我们来看一下它原来的。它原来是一个很古老的版本，我们来听一下哈。这个原来是有声音档，没有影像哈，是我儿子帮我用字卡做的。应该不方便唱吧，因为它是一首童谣哈。但是其实它配上吉他以后还蛮好听的哈。那基本上你会唱这首歌，你30个字母是不会忘记的。那我们也真的在法光春季班的时候有教唱这首。以为我只会唱童谣，那就错了。好，我要挑战一首呢，是摇滚版的字母歌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听它原来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要这样子才找得到它原来的。我们来看，它原来的音应该是安多音哈，一样只有声音档哈，也是早期一个学生从声童小语种里面抓来的一个声音档案哈，原唱我不晓得是谁。好，那我们来听，他唱的非常的。练了2个礼拜哈，那但是我没有办法像他那么快，因为一边弹一边没有办法那么快，所以我就录了一个抒情版哈。那如果有同学会唱这首歌，我绝对有奖品哈，而且基本上你这首歌会唱，你30个字母加上4个元音符号，这件中秋场央喜唱吗哈口手哈，你完全都会了如指掌哈。那我们来看，我们只要唱抒情版本就有奖品哈。好。我
外呢，还有这个楚成老师有来哈，楚成老师说画唐卡的时候呢，要先画文书不上。那同样呢，我们学藏文呢，也要先从文书上，对，好聪明哈。我们来看看原来版本，也是一个小沙弥哈，小喇嘛他们所唱的，我们来听原来的版本。这个原来也没有只有声音档哈，这也是我儿子做的能力。翻译是张福成老师。这首背起来的同学也有奖品哦。那可能同学会以为刚刚那样子的唱诵，并不容易唱诵哦。但是其实加上吉他伴奏，我觉得它又是另外一种风格。这个我们在藏人学中文课有现场唱过。超哥。你们吉他弹。关掉了。他是我老公。好，先关掉。还是网络上面。他不听使唤。我这样子，我给他上来用唱的，因为剩15分钟了。啊，好吧。我们听原音重现。OK， 好，没有，还有几首哈，比如说我们来看，现在又可以是不是？清唱是吗？对呀。好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今天本来准备好多首歌哈，还有来自西班牙。